好，请问修来同大家分享，我知道你来过我知道你来过。阳光穿进来，云岚从缝隙里涌绕，嫩叶有了力量，直意正面的方向开展。在风雨里，景致又换了样子，轻盈地，细微地，那些增长的，我知道你来过。心里的小树，以昨日的死滋养，让今日的光影尽兴，直到时间把一切都掠走，只留下了盘生的根茎。那首我知道你来过我那个东跑航路的人，就是喜欢散步。我带来手菜，我住的家是海拔900，所以常常有云海不看到云海。也讲去老了，像石头啦、森林溪嘛，像下游来情形。当然，我掠下带抢手辅料嘛有，所以讲，种太刺眼地图像下看到安尼的情形，所以讲有日头花。有云，有风，有雨，我感觉讲都经历到像安尼人生一般都是讲经变，变是日常，变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所谓的受菜界的环境底度不过就是讲，因为也都触及本有力量，也向那位去发展，像也都是该都是讲，动次以外嘛，所以这个你是谁？我知道你来过，不讲时间嘛是的，不讲是一种灵性的，看不到有人也不想讲，比如说神，或者是什么种种，或者就是说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或者是所以说这里面就是把它丢给大家去自己去想的事情了不过就是讲人生安尼行也像安尼心肝度都像有一头树它慢慢的长大，你心里的那棵树总是用昨天的死时间的消逝去滋养你心里的这棵树所以我想因为它接受也到时間過迫，接受也到總下不流通也心肝度我想該思想不越來越輕，也講越來越堅強，係因為有所以講爬东岩探出去来进东岩就是你的根系是有向外去伸展的在时间的过程里面，你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根系不但是向深度，而且你是有向外去伸展的这些根系所以我想讲一下你心肝都一头细的树有人也变一头大的树我想就是讲同做个大病有关系还有就是讲可能同风雨底度安运选就是讲坚持起家，你不要倒下来，那坚持起家，那本车筋探出去，你将会越来越有个力量我想领袖都是表态就是讲安尼也好好讨厌世界为世界也为大家来打拼